讲到这届过年是有9天的年假，真侪人拢准备要出国。根据着这桃园机场公司的统计，这过年期间呢，逐天的平均运量是超过14.5万人。若讲到咱国内交通的部分，台铁、高铁拢加开车班。高铁今年头一届是伫咧台中站设置前进指挥所，若阵人伤济时阵呢，就含台铁国道客运启动联合疏运机制。 桃园机场大厅透早就出现人阵，不少人规家伙啊想要趁春节9天假期出国佚佗，也有人惊安检排队等伤久，延误登机时间，特别提早3、4点钟来机场报到。我们从台南5点出发的。那为什么会想要这么早来？就是怕过年人。因为大家都说桃机很多人。那你们飞机是几点的？下午1点多。下午1点啊？怎么那么提早那么多？怕路上塞车。 根据桃机公司的统计，整体春节期间，逐天平均的运量超过14.5万人。出境尖峰日是1月25甲26，入境尖峰日是连续假期最后2天，也就是2月初1甲初2。无想要出国的民众是赶大包小包的行李提早回乡。高铁春节疏运23正式开始，今年嘛头一届伫台中站成立前进指挥所，针对自由座人阵进行即时监控。当人伤济时阵，就会启动联合疏运机制，适度甲高铁台中站的旅客移转坐台铁，也是国道客运的加班车。就等于有点疏散人潮吧。对啊，至少不会大家都挤在同一个车厢。乘客会愿意吗？会愿意就是你的指挥，然后就去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嘛？因为有可能有的其他交通工具会搭比较久。另外，台铁春节期间嘛会加开8班次，7道到高雄、自强号专车自由座的列车，因应旅客需求。若是民众想要家己开车行国道回乡，高速公路局指出，春节期间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是正月初1至初5，逐天0点至5点；正月初1至初5，国三新德到燕巢系统实施差别费率，也就是单一费率搁拍8折。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，出发进前上好先查询即时路况，适时改行替代道路，也是调整出发的时间，通闪开塞车的路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